高雄六龟地区嘅台湾原生山茶，会上到有5到9公尺安高哦，树龄有百年高价。现正系用亲天然的方式养以上，唔使药嘅唔老皮，产量非常少，市价已经要4、5千到6万的元哦，当然都唔拉卖。透过镜头，我哋要谈论摘茶师傅阿姨时，去到农委会林次所嘅产品采样查验，去了解台湾原生茶树。拿出一块山道，同山那归路的草劈痕。70岁阿姨是塑胶看龟成法，用下板球劈出来一条路。年轻咪阿姨是的路容易，人生来4梦4，做乜嘅都可以流力。用下板球專業輸送度好，8成了安高嘅茶樹，還會讓我睇經驗嘅super行摘茶，還要隨時保持身體嘅平衡。你都出去調過來地位，安尼即個個出現嘅位置，安尼去摘啊！你野生嘅啊，佢沒有矮化的，個果啊，個難摘啊。咁樣嘅葉係可以摘嘅呀？如果食可以有分開啊，佢個嫩咧個黃啊，個路咧哦個長。你阿媽講完嘅經驗嘛要長啦，你摘茶咧哦都可能是的。喺睇到佢阿姨時，伊阿爸喺啲山廠行多數嘅工人，伊阿公喺日本時代從新竹竹東下來南浦公路，就係你睇到佢喺下來。嗰所以嘛，此時睇山拿度航梯，伊阿看準山茶有嘢加出，自家劈到天來種山茶。對地的山茶阿姨時來講，讓伊睇電視所產品試驗茶期看到嘅茶槍，係經驗存於高口，難得的寶。你阿路嘅個長啊！你阿個嫩都看得出來，都安尼摘，你阿媽做得啦，從你安尼個都好啦，厲害，咪厲害啊，安尼，你阿安尼做得。嗰件人生嘅暖順，安尼手摘得到，喺上一睇兩成了安高樹米嘅有一樣長咯。也時節除了利用事前準備好嘅台牌擺上去摘，還早啲拿出自家做嘅長腳位，出啲從樹米腳一拍下來，原本摘唔到嫩葉，兩下板就摘到位。就是採不到的時候，我們用這個勾下來，借助它的勾下來就可以採得到了。就是比較又不能爬樹的時候，又採不到，就是用這個勾下來採。一片茶園啊，喺75年代都衝安嘅，見過37年、15年以後，見喺嗰種冇乜嘅太強樣。都是滿足嘅東西，係咪就拜用啊？人客來啊，泡嘅茶樓飲一天，數量唔多啊。以前喺做生意嘅時節哈，他們十個人是有印象以來哈，以前碌開阿公阿婆咩會去山大鄉摘茶，做茶來食。啊，唔過主要係這個是為主啦哈。啊，有時節會沒有拿來跟白講，哦，嗰陣以前沒會喊咩種茶講白講茶啦。照177年嘅主路研製記錄，台灣中南部地方喺800公尺以上嘅山體有23嘅茶樹，採啲人會去摘嫩芽製茶來食。根據農委會講，台灣原生種嘅山茶分布喺南投、嘉義、高雄同台東嘅山區，其中高雄南豐山、明海山一條具有林體嘅野生山茶，分散喺36公頃嘅林盤地方。喺全台灣一定到位。啊，提六季吼，我哋一個茶樹主要係可以聽我哋試驗所嘅南豐山同明海山一兩個地區可以看到吼。啊，伊成長嘅國土差唔多對800公尺到1600公尺一個國土安尼。吼，啊，伊提一個野生嘅
状况吼，算是唔係過適中啦，哦，人上過分散。野生山茶成長期別分散，要驗證唔係過好雜，相對來講產量較少。已經講得到，就要幾下千元按個價。嗰數人才睇電視所講嘅山茶，等從本人調節。要驗證調節嘅人將本人看到，不是就談講有人持防騙，直接同幾條數嘅倒合。農業會為到愛國好監督管理，對2012年起始對外公開就表明嘅業者，上山去查查。試驗所以上講，民國100年開始吼，我哋要用公開就表嘅方式吼，本民間嘅業者吼可以靠公開、誠實地來山大方查查。哦，一種方式對有幾多好處啦吼，比如講伊去查查吼，一種查大家用地嘛吼，山大方無法度殺藥嘅，吼，我哋政府要俾伊啲證明講，也個茶葉係山大方摘嘅，吼。更加他講也買嗰種是食品安全的問題，或者更加一種茶葉的市場方哈，價是該好了。台灣山茶的味道相當特殊了，然後它跟市售的一些茶品類來比較的話台灣山茶它本身具有強的抗氧化能力，然後它的兒茶素也比一般的茶品類要高出1.3倍。台灣山茶係台灣中5到9公尺高嘅細條木片野生茶樹種，擺喺市面販賣茶錢當中，唯一的台灣原生種。山茶地度嘅果膠質豐富，食起來清甜清甜，就冇相同山區嘅水土做出的紅茶、綠茶同烏龍茶。一條分散喺國有林地超過100年嘅茶樹，意思一定係台灣原生種，做得講係茶語嘅一定保一保。